有太陽，特別靚啲。又上咗嚟同一間餐廳食飯，酒店樓上嗰間。今日靚好多，呢張台幾靚個位。嗱，嗰度都仲係。呢間餐廳樓上都仲有一個酒吧，酒店半島酒店樓上4樓。暖暖啲燈起碼。屬於酒店嘅樓下，酒店個泳池。周圍都火箭。泳池啊，靚啊！泳池啊，第一次呢個角度咁樣睇到啊，間酒店個泳池，從來未嚟呢度睇過。酒店下邊幾靚，去到有棚嗰度，所以一辣呢度個範圍都係半島酒店，一路到呢度都係幾長啊個泳池。到嗰度出去可以。